今日嘅交流係圍繞住行政立法關係同埋經濟發展呢兩個大嘅議題。立法會議員呢係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團隊嘅重要組成嘅部分，喺改革方面呢係特區政府嘅伙伴，喺提升治理能力當中係擔當一個不可或缺嘅角色。咁各位第8屆嘅立法會候任議員，作為一個有熱誠、有能力嘅愛國者，更加係應該鋭意進取、勇於擔當，透過高質素嘅參政議政，協助特區政府提升管治嘅效能。喺第8屆立法會開始嘅時候呢，政府係會提出政府嘅議案，同立法會商討點樣去支援災民同埋重建復常。咁我哋要充分同立法會合作，推動制度革新、審核呢個撥款啦、制定法律啦、帶領社會前行。我哋必須要同各位候任議員喺行政主導同埋愛國者治港嘅原則相適應之下，呢個框架呢，建立一種更緊密、更有建設性嘅良性互動關係。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呢，係將會聚焦幾個重要嘅課題：香港如何進一步擴大經濟發展面向嘅領域啦，實現更高水平嘅多元發展啦，點樣可以加快創新科技嘅培育、轉化和應用，以及呢係科技創新催化新質生產力呢？點樣加速優化產業結構，讓傳統嘅優勢產業同新興嘅產業並駕齊驅呢？同時呢係創造更多嘅優質嘅就業職位、經濟增長同埋多元化嘅成果，惠及民生嘅福祉。我哋希望同各位多傾多講，凝聚最大嘅共識同埋力量，共同為香港呢係我哋擬備一份既穩健務實，又為未來籌劃嘅財政預算案。